防新冠肺炎疫情扩大，防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了。早上起来以后，用盐水漱口。外出以前，先用盐水漱口。回到家以后，用盐水漱口。外套先吊在外面晾晒，不要接触人家共用的那个什么公用物品哦，电话筒哦，还有拿到了钱币、硬币的，用塑胶袋装起来。还有要用盐水漱口，保持口腔内部有这个碱性的环境，可以避免那个冠状病毒在里面生存。还有要吃素啦，还有冠状病毒的，要依附在动物性脂肪才能存在，这是 WHO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说的言论了。要吃素啦，防疫的哦，还有环保救地球。